人們大踏步在馬路，為何踏着步在叫號？其實坐着站着都想爭取一種更加好。難道跪在家中乞討？其實想要的也要靠雙手擁抱。我們全天全無，卻努力黐擠，想爭取更好。平凡如我們，各有各的因素，各有各的苦惱，但最終想要的是保我的家途。你也許已是個父母，你也許還是個細路，你也許會是個初生之父，擁有太多。其實各有各自心裏話未數，其實你我與他都只想勇敢，盡量只去做也好。我們全天全無，卻努力黐擠，想爭取更好。平凡如我們，各有各的因素，各有各的苦惱，但最終想